年啊，咱台湾有出现百年苦旱，要因应极端气候，水利署有推动水库甲水库的连通计划，有建设詹文水库、南化水库、乌山头水库的连通工程，伫这三座水库之间牵供送水，要解决南部清在发生欠水的问题。也若昨昏，咱总统蔡英文有专工去南部了解工程。 桃地安全部详细听水利署长的介绍，总统蔡英文伫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的陪伴，到詹文水库视察詹文南化连通港工程。本来预定6月底才当完工的工程，7月下晡就开始入水。丰水期的时候，当高屏溪有非常多的水量，我们可以透过甲仙堰一直送到南化水库，往上送到我们全国最大的曾尾跟乌山头的系统来存蓄。南化去年的溢流。 6000多万吨可以存起来多好！连通港工程完工了后，逐工送水量有80万吨，除了予詹文乌山头水库会当甲南化水库连接，也当连到南化高屏连通港。若洪水期会当有效欠溢漏水，拄着大水期高屏溪流量减少，也当借由连通港甲詹文水库的水源往南部送，强化嘉义、台南、高雄3个所在的调水能力。借由珍珠串计划，我们串接起台湾西部的水库，让各区域的水资源能够更有效的调度也维持供水的稳定。台湾伫2021年拄着百年做大旱，面对毋是做大旱，就是做大水的气候，水利署真主管计划詹文南化连通港工程，要伫20串联南化高屏连通港系统水做目标。伫赶工的同时，也希望提升南部地区因应气候变迁供水的韧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